試下寫490句金句，腸胃係我哋第二個大腦。嗱，香港咧好多人都習慣話頂住、撐住，我頂得順。即係經濟壓力咧就頂住啦，家庭壓力頂住啦，婚姻啦、感情都係頂住撐住。但係我哋嘅脾胃咧就好誠實嘅，佢會抽筋啦，佢會痛啦，佢會翻滾啦，佢會胃酸倒流啦，往往咧都係因為個情緒 overload 超載。嗱，1950年代咧，精神科醫生Fritz Alexander 咧就開始發展嘅身心醫學嘅理論。佢咧就提出咗佢嘅情緒咧係可以轉化成為身體嘅問題，尤其是喺胃部。而1980年代就開始興起呢個叫腸腦合一或者連結嘅理論，就發現我哋嘅大腦同我哋嘅腸胃咧其實係緊密互動嘅喎。嗱，我哋嘅情緒啦，係會影響我哋嘅消化腸胃，而腸道失衡咧，亦會加劇我哋嘅焦慮啊、恐懼啊各種嘅情緒嘅嚇。咁所以咧，就開始有人提出腸道其實係第二個大腦，因為腸胃咧擁有龐大嘅神經網絡同大腦不斷互動。所以一個人譬如失戀啦、唔開心咧，佢會唔想食嘢喎，食唔到嘢，真係食唔到喎。一個人一緊張擔心咧，係咁要去屙尿喎，但係其實屙兩滴嘅啫喎嚇，即係話長期嘅壓力係會削弱咗我哋脾胃嗰個黏膜啊，令到胃酸可能倒流啦，亦都發炎嘅風險咧係會上升。所以如果譬如你日頭返工，哇忍氣吞聲好多委屈，夜晚呢個胃可能會特別唔舒服嘅喎，因為當我哋嘅情緒抑壓住無容宣泄嘅時候咧，個胃就成為咗代罪羔羊啦。所以咧，我哋嘅情緒咧係會改寫我哋嘅消化系統，而胃痛咧，除咗身體嘅原因之外咧，往往都因為吞咗太多嘅委屈，一肚氣。嗱，所以咧，我哋好值得留意啦，就係譬如有啲人開會前會好胃痛啦，或者見客前個喉嚨會哇好緊啊！呢種其實都係一種焦慮嘅症狀，喺身體嘅反應。亦都有人一放假咧，反而放假先嚟胃痛喎，或者去旅行咧，忽然會腹瀉喎。其實就係個身體放鬆咗，長期抑壓嘅信號終於爆發出嚟。咁呢個醫學上咧，我哋其中一個名稱就係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，就係腸燥症，即係腸胃嘅燥寒嗰個燥啊。其實係一種壓力嘅語言嚟嘅。仲要如果你睇醫生咧，醫生話：你個脾胃好似冇事喎，但係個症狀就不斷咁樣湧現嚇。咁所以咧，就我哋真係好需要留意，因為成個社會咧都好繃緊啊，個節奏好快啦，要追趕 KPI 啦、成績啦等等啦。我哋以為自己撐得住，但係身體好誠實，唔會講大話。佢用脾胃嘅問題同我哋講：老細，唔該你唞啦嚇。咁所以容許不完美，容許挫敗咧，都係對自己嘅慈悲。當我哋能夠停落嚟，正視自己嘅壓力，讓情緒被接納、被同理，我哋嘅身體個脾胃就唔需要再透過痛嚟到吶喊。有時咧，真正嘅力量咧，唔係死撐，放下、放低、接納、擁抱，可能比死撐係更加勇敢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一路做呢個身心症嘅系列咧，都渴望我哋更加重視身心健康啦，亦都睇到我哋身體健康背後嘅心因、背後嘅情緒嘅原因。咁歡迎大家可以繼續參加我哋呢個身心症情緒解碼系列嘅。Thank you。